出埃及記第18章，葉忒羅探訪摩西。摩西的丈人米甸的祭司葉忒羅聽見上帝為着摩西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做的事，就是上主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葉忒羅帶摩西的婦人人西波拉來，摩西以前捌送伊倒去後頭厝。葉忒羅嘛帶摩西兩個囝來，一個叫做革舜，因為摩西講我寄居佇外邦；一個叫做以利以謝，因為摩西講我的祖先的上帝幫助我，救我免死佇埃及王的刀下。摩西的丈人葉忒羅帶摩西兩個囝甲伊的婦人人來到上帝的山，摩西佇曠野戰營的所在。伊請人去甲摩西講：我是你的丈人葉忒羅，帶你的婦人人甲兩個囝來你遮。摩西出去迎接伊的丈人，撲落去拜伊，甲伊親。因互相請安，入去布邊。摩西將上主為着以色列人對埃及王甲埃及人所做攏總的事，以及因佇路中所拄着一切的困難，甲上主安怎解救因，攏詳細講互伊的丈人聽。葉忒羅因為上主好款待以色列人，救因脫離埃及人的手，就真歡喜。葉忒羅講：上主應該受稱讚，伊有救恁脫離埃及人甲埃及王的手，但因為上主有解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壓迫，我知上主比所有的神明閣較大。摩西的丈人葉忒羅將燒化祭甲祭物獻予上帝。亞倫甲以色列的長老攏來，甲摩西的丈人佇上帝的面前做伙食。選派審判官。隔日，摩西坐佇處理人民的案件，人民規日徛佇摩西的邊仔。摩西的丈人看到伊對人民安尼做，就講：你哪會安尼對待人民？哪會家己一個坐佇處理，互人民佇你的邊仔徛規日？摩西對伊的丈人講：這是因為人民來我遮要求問上帝，因有案件來我遮，我就甲因判決，閣互因知上帝的規例甲律法。摩西的丈人甲伊講：你安尼做毋好，你甲你的人民攏會真忝，這個工作傷重，你家己一個做袂去。但你著聽我的話，我甲你建議。願上帝甲你同在，你著代表人民到上帝面前，將案件請問上帝，閣著將規例甲律法教示因，指示因所著行的道路，著做的事。不過，你嘛著對人民中間竟有才能，敬畏上帝，忠實可靠，怨恨不義之財的人，設立因做官長。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個人，互因隨時裁決人民的案件。小的案件因家己裁決，大的案件才送來你遮。安尼，因會當甲你分擔，你的負擔就會較輕。你若安尼做，事實上帝嘛安尼吩咐你。你就記載袂牢，遮人民嘛會當安心倒去因兜。摩西聽了，就照伊丈人的話去做。摩西對以色列人的中間竟有才能的人，設立因做官長，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個人，因隨時裁決人民的案件。小的案件因家己裁決，困難的才送去摩西遐。後來摩西送伊的丈人出發，葉忒羅就倒去伊的本所在。